另外，初訪再搭台板，對戲迷嚟講已經係天大嘅喜訊啦。佢哋嘅師傅仙姐白雪仙仲親自監督彩排，對每個細節都非常緊張。彩排期間達唔達到你嘅要求啊？係，我有要求就個個都有㗎啦。我相信每一個唔係演戲嘅人，每個觀眾都對演者有要求，所以我哋都係希望盡一切心機，盡一切努力。我都唔係好，我希望佢哋更好，真係希望我所知道嘅我就話聲佢哋聽，所識嘅我就話聲佢哋聽。事實上，無論唱功或者做手，每一個細節，仙姐都好細心咁指導兩位徒弟嘅喎。師傅咁緊張，阿跑阿爹啊，你哋要俾心機啲啊！啱啦，唔該。